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国内纯网络银行的名单出来了。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来宣布，这3间提出着申请的银行，包括中来银行、联线银行甲乐天银行，拢总过关，拢摕到执照。这个纯网络银行，也就是无实体的银行，拢是透过网络来直接交易。虽然提供更加利便、优惠的金融服务，但是可能嘛会产生甲传统银行无同款的风险甲监理的问题。银行伫倒位，无一定伫大路边啊，嘛有伫网络的。许可连线商业银行筹备处、将来商业银行筹备处及乐天国际商业银行筹备处设立纯网银。为3抢2变成人人有奖，国家队的将来银行大股东是中华电信，其他像兆丰银、全联等等，目标客户是1058万中华电信的用户。乃变大股东是乃 Financial， 其他股东包括中信银、渣打等等，目标客群是2100万的乃用户。乐天国际商业银行大股东是日本乐天银行甲国票金控。为有纯网络银行成功经验的团队，目标客群是台湾乐天会员数600万人。那我们就很简单转账。纯网络银行就是传统银行会使做的代志，伊拢会使做。最大的无共款就是伊业务拢是靠网络银行的行动装置，用手镜头就会使完成，无受时间甲空间限制。不过嘛袂使设立实体的分行，虽然费用，不过加减有一寡安全顾虑。就有很多骇客，他们等不及要把他资料捞出来，不当的人看到这些不应该看到资料，的确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传统银行爱负担租金，爱搁面对纯网络银行的抢饭碗，安尼传统的银行敢挡会掉？实体通路跟虚拟通路整体的一个整合的全通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，应该是以顾客的需求为一个出发点。金管会评估讲，以国外经验，纯网络银行至少要3-5年收支才拍平，敢有法度伫金融界徛起，都要靠时间来证明。